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挺身，查甫人泡茶啉咖啡，翘脚坐碰椅，见讲为国为家。查某人下班赶走脚，无暝无日，见做为翁为囝。活动一个一个一直办，宴会一搭一搭一直放，百姓银票烧不完，青天变乌日，上届啊！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51集，欣赏的是家己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挺身》。这首诗非常的特别，所以去咱来邀请韩文老师为咱做一个讲解。咱讲社会有足侪现象啊，其实有当啊是从挺身出来的。什么叫挺身？华语有讲溺爱嘛，宠爱。这个小孩太宠了，被你宠坏了。所以这个挺身就是有被宠坏的感觉，我就是要写这方面。查甫人较早的查甫人啦，即嘛嘛有啦，拢认为讲，伊是一家之主啦，所以人拢爱听伊个啦，伊拢定定去和人泡茶啉咖啡啦，伫骹翘起来，人讲翘骹练喙手，咱才像翘骹坐碰椅。伫遐讲一个社会事，伊拢讲伊是为着国家啦，更讲拢讲伊为着国家啦，无就是为着咱即个家庭啦，敢若出一支喙，伫遐一直讲。查某人呢，咱台湾的查某人，大部分啦，毋是讲全部啦，大部分的人拢足认命的，伊拢认为讲查甫人看头，咱查某的就是爱甲厝诶看得好，囡仔顾好，翁婿照顾好，伊嘛毋是无咧食头路呢。我感觉即马查某人嘛是拢大部分拢有咧上班食头路。下班落赶紧倒去厝创啥，款一家伙会食。所以我才甲写下班赶走脚，赶紧倒去走脚迄个所在。这个走脚无一定干那是走脚。是代表整个厝内底，伫厝内底做厝诶应该做诶工课，做甲无暝无日，伊做诶拢是为着翁，为着囝。若讲到社会事，也是讲到政府这方面，常常都咧办活动，一个办过一个，过来看到迄个宴会啊，人讲若办宴会，嘛爱开足济钱，伊是若像咧收钱共款啊，嘣一声，都毋知收偌济钱去啊！而且会安怎呢？咱真清气的空气的环境。拢会去互污染去，环境变歹这个空气变毋好，所以青天变乌日，毋若咧讲空气变歹去，嘛咧讲一寡好的物件，拢因为过分的挺身、过分的宠爱，然后就变不好。所以讲最后一句，我讲上届。这是啥人教的？这就是挺身出来的嘛。
翘脚坐碰椅，这个翘是弯弯翘翘、弯弯曲曲的曲，叫做翘，翘脚的翘。这个脚足部在一个交通安全的交哦，这两个叫做翘脚。下班赶灶脚，这个灶一个火，火字边搁一个土，火字旁再一个土，泥土的土，火字旁一个泥土的土，叫做灶。咱这做字嘛足水哦。咱古早的灶是用土做的嘛，灶咧创啥？你香火啊，所以火部在一个泥土的土，叫做灶。灶脚的脚和翘脚的脚同义。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韩文老师所带来《挺性》，对台湾社会男性甲女性的角色有非常深刻的描写。所以去，咱来邀请成大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分享伊对这首诗的观察。这首《挺性》这个诗题互咱去想到台湾的俗语咱就讲成囝就不好，成弟就甲你压走。迄成就是遮咧讲挺性的这个性安尼就对了所以伊遮咧写讲查甫人甲这个查某人甲这个尾这个活动是三项无共款的一个是查甫迄人的世界。另外一个虽然嘛是人的世界，是伊咧做啥物物件，伊是讲办活动，是讲伫遐咧放烟火。你所看到即个现象，常常拢是去泄露出伊后壁，你无去注意到的，迄一寡信息安尼就对。伊用过这来表示着种伫这首诗内面第一个观念，伊要你知影，就是讲伫咱这世间上内面不管你安怎。你有学问无学问，迄种性别的意识，常常影响你一种想法、一种思想，安尼就对。一般来讲，做翁婿人，伊嘛会对太太笑命命，这拢无问题。但是呢，有一寡细节的所在，总是嘛是要有迄查甫人的沙文主义的这种想法，迄无自觉，慢慢累积。到尾变做一个习惯，这个挺性实际上就是一种习惯，一种歹习惯。迄个歹习惯是啥？污染。咱污染，你一工两工看会出来，看袂出来。但是一礼拜、一个月、3年5冬，迄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迄就是安尼慢慢累积。挺性就是要甲你描写这类的无自觉的中间足侪歹的物件，到尾你要去扭翻头。已经扭袂转来迄种的情形，安尼就对。查甫人泡茶啉咖啡，翘脚坐碰椅，见讲为国为家。查某人下班赶灶脚，无暝无日，见做为翁为囝。活动一个一个一直办。烟火一搭一搭一直放，百姓银票烧袂完，青天变乌日，上界。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